好，来继续来看高雄中亚高中这个学生吴彬如，伊听无，伊是用苦练来克服。伊的听力甲智能拢有缺陷，自细汉就甲阿嬷相依为命。伊无放弃自我，是付出比别人搁较侪努力来练台拳。才训练1年外，已经摕到2块金牌、5块银牌甲1块铜牌。阿嬷真安慰。 向前踏、向滑踏等等的姿势拢真标准。伊是中亚国中跆拳道队的选手吴彬如，伫赛场遮尔稳的表现，实在想袂到伊是一位听障选手。因为智能和听力的问题，别选手讲3摆就听话指示。吴彬如爱开搁较侪时间去理解，不过伊从来无因为安尼放弃。如果有比赛打的话，就不要有遗憾，好好去打，敢做吧。 勇敢去做。就算爱比同学搁较拍拼，伊嘛从来无发过艰苦。训练的时阵嘛有真侪阻碍，短短1年外就得到真侪奖的肯定。这次在那个议长杯的部分，也在我们秉如同学的带领之下，拿到了男子团体组的金牌冠军。让我蛮惊讶的，就是说，以他的条件，他还能拿到这么多好成绩。那在跆拳道的 精神跟毅力方面，他都表现得非常无疑啦。靠家己的拍拼，得到所有人的尊重，是同学心中的模范，嘛是老师心目中的恬静勇者。伫各种的比赛拢有真好的表现。伊讲将来阁要为台湾摕一面听障奥运跆拳道的金牌。